那俄罗斯本地伫澳洲的坎培拉有租一块地，是要摕来起新的大使馆。不过澳洲政府伫月中是表示讲，这个新的大使馆离国会上近有国安的疑虑，所以已经无要甲这块地租予俄罗斯。俄罗斯伫批评澳洲想超过，甚至佮派人去占地，向法院提出告诉。不过澳洲的高等法院拜一的时已经驳回。罗西亚总统普京拄啊受到兵变的打击，外交上嘛踢着铁棒。罗西亚伫澳洲首都堪培拉黄金地段起大使馆的用地，月中和澳洲政府向阳活动停止租约，原因是情报官员警告，罗西亚新馆用地距离澳洲国会敢若400公尺，恐惊议员受到罗西亚监控，有国安风险。国会紧急第15通过法案取消租约。罗西亚2008向澳洲政府申请土地租约，2011核准收建大使馆了，原本按算甲郊区的大使馆刷到市区，当土地租约方停止，罗西亚真不满，向法院提出诉讼，佮派一个有法律豁免权的外交官踮咧新馆用地占地。莫斯科当局批评讲，澳洲政府向罗西亚放甲起狂。第二，禁止将近50个澳洲人入境。步数进展，澳洲高等法院依然第二了驳回诉讼，裁定罗西亚袂使保留用地。The court has made clear that there is no legal basis for a Russian presence to continue on the site at this time, and we expect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urt's ruling. 澳洲总理埃文尼斯感谢法院判决，而且口说讲希望无管是遵守法律的罗西亚遵守法律。裁决公布了，占地几若天的罗西亚外交官已经离开。罗西亚政府暂时对裁决无回应。公视新闻，徐婉宁编译。